大家好，今天和各位聊關於幸福這件事。人這一輩子忙忙碌碌追尋許多東西，我們追逐物質，向往名利，拼命想要過上好日子。可走過歲月才慢慢體悟，真正的幸福從來不是擁有多少財富。一個人最大的幸福是身邊有人真心在乎你，不用轟轟烈烈，卻時時把你放在心上。你的情緒他會看在眼裡，你的委屈他願意耐心傾聽，不會忽略你的感受，不會無視你的難過。被人放在心上就是最溫柔的庇護。一個人最大的滿足是始終有人默默守候你，無論順境逆境都不願意輕易離開。風來的時候為你撐起一片安穩，迷茫的時候給你一份堅定依靠。世間人來人往，多的是擦肩而過的過客，願意為你停留的人何其珍貴難得。一個人最大的奢求是能夠遇見有人懂得你，懂你的言外之意，懂你的欲言又止，不用事事都解釋清楚，不必處處刻意偽裝。你不必強撐堅強，可以坦然展露脆弱。很多孤獨都來自不被理解的無奈，一份懂得勝過千言萬語的安慰。一個人最大的快樂是時常有人記得問候你，閒暇之餘一句叮囑，簡簡單單卻很暖心。不是轟動的誓言，只是細水長流的掛念。簡短的一句問候就能撫平內心的荒涼。我們總以為幸福遙不可及，要拼命去爭取，後來才明白，幸福藏在這些平凡細節裡。在乎你的人給你溫暖，守候你的人給你安穩，懂得你的人給你共鳴，問候你的人給你牽掛。這世間最寶貴的從來不是浮華的外在，而是一顆真心與一份不離不棄的情誼。遇見了就要好好珍惜，切莫輕易錯過。沒遇見也別慌張，好好善待自己。學會知足，學會感受生活裡點滴的美好。內心豐盈，日子自然會過得溫潤透亮。願我們所有人都能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。有在乎你的人，有守候你的人，有懂你的知己，也有時常惦念你的人。在平淡的歲月之中，活成屬於自己的美好。